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时阵新闻报道一寡食安问题，或者是公安意外，主管机关拢会来到现场会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勘、科安勘、会勘的勘，读第一条。勘就是亲身去查问、查问的意思，像讲详细查验，咱讲是勘验。和相关的主管机关同齐来到现场会勘，调查原因，咱讲是勘查。另外，有人读做勘，像讲有人讲勘明、勘问、勘问，也佫有勘查、勘验、勘地。另外，佫有一个词读做究勘，嘛是惯势读第三条。究勘的意思就是研究、讲究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会勘，头前讲到意思就是相关的主管机关来到现场会勘来调查原因。第二个词读做勘验，意思就是详细查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近摆若是发生食安问题，卫生单位拢会来到现场会勘。若是勘验环境敢有卫生，嘛会抽查检体，究勘代志发生的真正原因。今仔日了解这一日读做勘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勘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